因为川普比较讨厌中国，所以台湾假如也大部分的人讨厌中国的话，那应该台湾人都会比较支持川普。川普有时候言行举止都太超过了。就是以身为台湾人来说，就是川普对台湾比较好。Get out and vote, and I love you. You're the worst president America has ever had. 对，你比较希望谁当选？拜登。为什么？因为川普有时候言行举止都太超过了。太超过，你觉得他哪里超过？就像是这个新冠肺炎，他的发言就很不 OK。像美国疫情会很严重，也是因为他的关系。就国际形势跟台湾的地位来讲，会希望川普当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确实要看川普跟拜登的对中政策来讲，川普还是利益上来讲对台湾比较有利的。虽然说我认为川普都还是以他们自己美国的利益取向啊，但是就是因为他美国的利益取向，所以他会因为美中对抗嘛，所以他会愿意去制裁中国啊，会站在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想要站的这个防线，一起去对抗中国的侵略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，那南海的整个国际形势上面的侵略，美国都会比较是属于制裁的倾向。台湾因为川普比较讨厌中国，所以台湾假如也大部分的人讨厌中国的话，那应该台湾人都会比较支持川普。对，还有之前川普可能有一些，比如说对那个郭台铭他们比较友善，所以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支持这样子。比如说卖武器吧，像他最近不是就开始要卖什么武器给台湾，就是要对，那可能比较有影响的，可能就更讨厌中国，或许会对中国做一些经济制裁吧。应该是拜登吧，不太喜欢川普这个人。不喜欢川普？对，就是不太希望他当选，所以就只好投他的对手。首先就这次的一个新冠肺炎来讲吧，因为我有家人住在美国，然后所以他们因为这次应对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们就有受到一点波及，所以然后这就是他第一个我觉得他政策失当的一个原因吧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他个人的一个思想，我比较不太支持，就是比较物化女性的一个部分。然后对，所以我不是很希望他的一个思想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白人至上的一个主义吧。哎呀，这种问题，好了，那我选川普啊。川普？为什么？因为是以身为台湾人来说，就是川普对台湾比较好。我等一下，这个是要干嘛？应该不要川普比较好。不要川普？对啊，因为他对于那个多元的族裔不是那么友善，就是除了白人以外的，就是他比较会为白人着想。因为我有家人在美国，所以我不希望他们受到歧视。我比较喜欢 Trump， 我觉得如果 Trump 他的 policy 现在对经济可能有一点不太好，目前不太好，但是呢，他对我们的area， 台湾啊、越南啊、菲律宾，反正我们的 Southeast Asia 这边的海边。对我们会比较有帮助。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，应该就是，我觉得美国朝野共识应该是就是有志于不会让中国独大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差别。就川普就至少川普已经当4年了嘛，就是已经大概知道他会是怎么样，但是拜登上任之后，美国会有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确定的。